因为印度变种病毒快速来传播，讲美国为着新冠病毒的囡仔是愈来愈多。台湾小儿科的医师讲，这为着病毒的小朋友，大部分拢是因为因的父母无来做预防针，去互父母怀着的，所以医生就来呼吁咯。讲即摆小朋友也无疫苗通做，对病毒无抵抗力，加上即摆国内也未引进到适合囡仔来使用的喙烂的快筛，所以要来监测到小朋友的健康是有困难的。要提醒到家长，都要赶紧去做完2剂的疫苗，安尼才会当来降低到小朋友患病的风险。小朋友想要像较早同款围做一连双球恐惊无简单。虽然国内面对着他病毒要守甲真严，不过医生吴昌田讲，即马各国移动确诊的病例增加，美国一礼拜就增加94000位囡仔确诊，印尼已经有超过1200位囡仔过身。吴昌田讲，台湾防疫要更加细致。你家里的大人如果没有打疫苗，那或是没有完整打完疫苗的话，那如果你染疫，甚至2个爸爸妈妈都染疫的话，小孩子就是被爸爸妈妈传染。如果打1剂的话，基本上你的保护力是不够。2剂的话都会形成突破性感染，那何况是1剂？29月初1可能开学的日子愈来愈近，感染科医生王立明讲，因为囡仔又袂使做疫苗，加上囡仔拢生做伙，病毒的传更较简单。想要减少儿童患着的风险，一定要密切监视。老师要打疫苗啦，学校的工作人员要打疫苗。最好的办法可能在儿童之间呢，就是定期筛检，大概1周做1次，大概是可以的。只甲嘴掩挂起来，刷落来莫讲话，吐入去采检的器具内底，大约2分钟左右就会使得到快筛结果。这种又够紧又够袂痛的快筛，囡仔开当接受，不过目前国内也无引进。它有它的方便性啊！如果儿童已经会遵守你的指示的话呢，唾液可能是可以的。那如果有感染的话，早一点把它诊断出来，早点请他回家休息，或者到医院去治疗。王立明讲，Delta 病毒致病能力真强，所以就算是较袂重症的儿童，为着病毒了后，重症比例嘛增加。即马爸爸妈妈要先完整做2剂疫苗，加注意囡仔身体状况，才会当保护家己的心肝宝贝，袂得到病毒。继续来。